哎呦，水姑娘啊，你要讲给我听一下，讲什么？请你点点听就知影哦。哦，我来点点来听。你点点听，嘿，也唔通惊。袂惊啦。我甲你讲一句，哦，讲什么？讲一句真，真的哦。迄落个嘿，嘿，真迄落的代志。啥代志咧？讲我伫要找一个，做理想的男儿，叫伊着请阮来去看电影。黄昏时决定来去散步行过路，袂歹呢。搁刷落去嘿，的时阵，娘娘安怎咧叫你要迷上我，叫我要迷上你。哟，哎呦，是啊潘老你什么做物件咧？都嘛是名牌包啊。哦，可大呢，很大大口的钱呢。你唔通走，哎，我袂走。搁点点听，哦，也唔通死假讲。袂啦。我甲你讲，嘿，讲什么呢？迄落个嘿，嘿，真迄落的代志。啥代志咧？讲我伫要爱的人，也唔知是啥人。你唔知哦？若是你捌伊，就来报阮知。哦阮倒是踮在迄边，默默的后面。你若唔知，的时阵娘娘，无必要来找我。默默的后面，啊，要看要哪才送？你无门牌啦，啊，你才找一个帅哥，找一个帅哥来找我就好。安尼哦，这同行啊内底我上帅呢。你点点听，嘿，也唔通惊。哦，袂惊。我甲你讲实在，我实在的，讲实在真，迄落个嘿，真迄落的代志。啥代志咧？讲我伫要找一个，最勇敢的男啥儿，约束去公边先当哦，好，先当好。让阮来试验看伊啊，爱情的热度。哦哟，几度在计？试袂及格，嘿，的时阵娘娘，请原谅再会啦。再会哦，啊，我有希望无？